好，大家好，2025年嘅10月27號嘅星期一，今日我嗰個標題咧就講兩支定海神針鎮住，港股易升難跌啊！不過咧你唔好淨係睇標題啊，我哋先睇睇個風險聲明先。OK 啊，今日禮拜一嘅關係咧，要同大家報一報咧，就係香港期貨交易所公布嗰個恒生指數期貨 Top 10 10個大戶佢哋個淨沽空期指合約咧，究竟有啲咩嘅變化？我哋睇睇呢個統計表咁樣。咦，10月24號即係上個禮拜五咧，恒指期貨淨沽空嘅合約咧，仍然係 keep 住8772張，比對前一個禮拜個10421張嚟計啦嚇，係減少咗千零張咁樣。減少咗千零張，不過咧總數仍然係高嘅嚇。睇睇今日個市況點樣走先嚇。星期一假期之後咧，星期六、星期日之後，星期一咧，國內嘅 A 股咧就上證綜合指數咧就跳升裂口高開，即係裂口跳升高開咁樣，最高咧係報3999.07，即係4000點啦，近期嘅新高嚟嘅。最後收市嘅時候咧，就升咗46.6點，或者升咗1.18% 高收，成交金額咧就係報1.04萬億嘅成交，萬億成交啊！今日咁啊，所謂咧就係價升量增，後市咧就繼續挑戰新高，亦價升量增啊嘛，裂口高開啊嘛，高收添啊嘛。咁啊，此外咧，人民幣對美元咧亦都急升，報7.1040。反映中美關稅貿易談判咧就應該係有啲進展嘅。咁網上咧就亦都傳啦。咁中美關稅嘅談判咧，美方就預告同中方咧就達成協議啊。咁但係咧最後都要等特朗普總統嘅公佈啦、宣佈啦嚇。咁呢個係一個主導股市嘅一個重要嘅一個指標嚟嘅。當前嚇。港股恒生指數喺 A 股嘅帶動下咧，以26496裂口336點336點裂口高開啊！呢個亦都係咧全日嘅最高。及後咧就喺呢一間嘅水平咧就喺度挫上咗落打橫行啦，橫行啊！最後收市係報26433.7，比較上個禮拜五咧升咗273.55點，或者升咗1.05%。全日嘅總成交金額咧係報2670.8億，即係2670億，唔到3000億啊！咁啊屬於咧就價升量縮嘅一個走勢。香港個恒生指數嘅價升量縮，國內個 A 股咧就價升就量增啊，1.04萬億咁樣嚇。咁啊，恒指十大戶嗰個期指合約咧，期交所淨沽空個合約咧，上個禮拜五係報8772張，8700幾張啊，比前一個禮拜減少咗1649張，減得唔係好多啦。香港基金大佬仍然保持8000幾張嘅淨沽合約咧，咁代表咗乜嘢咧？咁樣咁或多或少咧，即係代表咗對後市仍然咧冇有戒心，去到上個禮拜五為止嚇。咁啊，禮拜六、禮拜日咧又唔同咗啦，個環境又唔同咗嚇。咁啊，總數仍然保持8772張淨沽空合約，或多或少傾向於睇淡嘅一邊嘅。如果以上個禮拜五嗰個恆指期貨啊，呢個係恒生指數期貨嗰個總數咧，係突然增加咗5000張啊，增加咗5000張咧，但係佢係增加咗3.88%。呢個係恒生指數期貨增加咗5000幾張。國企指數期貨咧，突然間增加咗23368張，佢增加咗8.69%，即係用個 percent 嚟去比較嘅話啦嚇，好明顯咧，國企指數期貨增加嗰個比率咧8.69咧就對3.88，明顯咧就係國內個嗰個國企指數期貨咧就係有啲料到咁樣嚇。咁即係話參與國企指數期貨嗰啲基金大佬咧嚇，好明顯一個消息咧就更加靈通一啲嘅，起碼嚟講咧，以比率嚟計啦嚇，佢係增加咗2萬幾張，佢增加咗5000幾張，比率嚟講一個8點幾，一個3點幾個 percent， 咁明顯咧國企指數期貨啲基金大佬咧，好似咧就係消息更加靈通一啲咁樣嘅意思啦。咁啊，由於咧期指假期後咧就即將結算啊。
咁呢個禮拜星期三咧，亦都係假期啦。估計呢一兩個交易日咧，呢8000幾張嘅淨沽空合約咧，亦都將會咧係斬纜嘅啊。可能咧今日咧要斬咗部分噶啦啊。咁提前平倉就離場嘅啊。咁資金流方面咧，正如上邊所講啦，港元強，人民幣強，兩支定海神針鎮住，港股易升難跌。好啦。咁喺技術上又點搞咧？咁樣消息就咁樣啦。咁技術面咧就點啊？咁技術上咧，恒生指數今日彈升274點，出現咗彈夠咯喎，佢出咗個 E high 出嚟喎，彈夠啦，個極點高位26496喎，即係今日嘅高位嚟嘅嚇。此其一，其二咧就26496咧，正亦都係反彈0.618嗰個目標阻力位嚟嘅喎。其二。其三咧就26496咧，亦都正係 RSI 反彈嘅一個阻力位嚟嘅。RSI 個阻力位剛剛好咧，就喺26496嗰度咧就撳實咗佢。咁即係話咧就反彈到位啦。啊，咁會唔會咧就係一開就喺嗰個高位樓上咧，開好似今日個上證指數咁樣開 gap up 上然後直上咧咁樣，咁就不得而知啊。咁但係技術上咧就反彈到位，減磅離場，減磅離場。消息同埋資金流咧皆利好後市。咁點樣咧？咁樣，咁我話喂，真係有啲為難喎。咁點講咧？點分析咧？咁樣係嘛？點分析咧？咁啊，最後嗰句嘢咧，資金為王，嗰啲 fans 咧懂得。你懂得啊？好，咁啊，第17點咧就係話詳細嘅量同埋價及未平倉合約嘅一個分析咧，歡迎你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我個會員，可以專享更加多更加詳細嘅分析文章啊。咁仲有個 PDF 你可以下載啦，咁啊佢有個聲音檔啦，你可以下載咁樣。咁啊，如果你要 join 個 Patreon 咧，咁就喺尾段咧有個短片會教你點樣 join 個 Patreon。咁啊，多謝大家嘅長期嘅支持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咧係繼續支持嘅，多謝晒啊！好，依家睇睇咧就係今日個市況點樣走，同埋下邊咧就我做咗少少功夫咧，就係俾同大家去分享下先。啊，呢個係恒生指數5分鐘嘅走勢圖，一開就係裂口高開300幾點，跟住咧就喺上邊咧就打橫行。喺度打橫行，好啦，期間嚟講咧，你及住個資金流，個資金流咧呢條線咧就係個港元美元對港元嗰個走勢啊，美元咧就係回落去，即係港元咧係強嘅，美元對港元咧喺呢段時間咧係強嘅，即係有資金流入啦。咁點解會有資金流入咧？即係中美貿易談判咧有料到有消息係預告咗咯，應該係應該傾得埋欄咁樣啊。好啦，另外一方面咧，咁人民幣嘅走勢又如何咧？咁樣嗱，呢一個咧係30分鐘嘅走勢圖，美元對人民幣嘅走勢圖啊。咁呢個係個期指，個期指 gap up 上去之後，亦咧打橫行都冇問題啦。咁好似個港元咁樣咧，個人仔咧，人民幣咧亦都係強嘅，亦都係去到咧就近期嘅新嘅強度啦，差唔多啊。咁所以咧，喺兩個強嘅情況底下咧，咁對即係資金流嘅情況底下咧，錢話事啊嘛，咁樣啊個港股咧就係強咧，係無可厚非嘅咁樣。好 technical 方面啦，咁啊技術上咧，剛才我有講期1、期2、期3啊嘛。期1咧就係話佢彈到上去呢度咧，呢個今日嘅高位啦嚇，喺26496。嗰度咧係出現個高位，呢個咧就出咗個 E high 彈夠噶咯喎。你話佢話俾你聽，喂，你彈夠噶咯喎。咁究竟係咪真係夠咧？咁樣咁聽日先睇啦。咁樣當然佢可以咧再移嘅咁樣嚇，起碼咧彈到嚟呢度嘅時候咧，佢出咗個彈夠啦個信號咁樣啊。其一，其二咧呢一個位咧，亦都係咧0.618個位嚟嘅。0.618個位附近啦，亦都到咗位啦，到咗0.618個位。其三咧就係佢下邊呢一個咧，個 RSI 嗰個阻力位咧係去到咧26495呢個位啦，亦都係撳實嘅呢個位咧，睇怕咧都唔容易破咁樣嗱。咁所以咧1、2、3咧都顯示咧，喂
個恒生指數咧係彈夠嘅咯噃，咁而且嚟講咧，今日嘅升咗200零點嗰個量咧，亦都唔係話好足啊嘛，價升就量足，即係好似我咁樣啦，啲升到咁多嘅時候，我唔敢入市啦，即係咁樣個量縮啊嘛，咁樣係嘛？好，咁就另外咧就睇下呢個上證綜合指數，上證個指數咧一路咧佢都係啷，因為揸一路揸喺度托喺度，即使佢喺度打橫行呢啲點咧，都仍然咧就係跌唔穿啦，係一個止賺點嚟噶嘛，跌唔穿咪繼續好啦。放指腰啦，放到今日咧嚟講咧，佢夾咗個即係喺好消息嘅帶動底下咧，星期五咧已經有啲破位啦嘛，已經係破咗啦嘛。今日咧星期五嘅時候咧，我話你破位 OK 啦嚇，咁但係你個量咧都唔係好起喎，即係都係喺萬億樓下咁樣。咁今日咧就萬億俾你睇下，一嘢咧就開就 gap up 開，即係直情咧有個裂口高開。震一震低之後咧，然後咧就扯上去最高收，即係光頭收啊！直情咧最高收咁樣啊，最高收個量咧亦都起咗，見到啦，個量咧係近呢個零禮拜入邊嘅新高嘅一個量嚟㗎嚇。咁啊價升就量增，咁啊挑戰更高咧。技術上咧就係咁樣啦，technical 咧就係咁樣。隔離呢一個咧係佢嘅周線圖。嗱，中港美嘅指數咁冇嘢講啦，咁樣啊，美股咧就係創歷史新高，三大指數咧就響呢個 CPI 嘅合預期嘅情況底下咧，預計29號咧 FOMC 有個會要開咁樣，減息咧就在眼前咁樣嚇，咁所以美股咧就係三大指數咧同創歷史新高。我睇睇美元對港元嗰個走勢就係呢幅圖咧就好清楚顯示咧，港元咧美元繼續跌，港元繼續強嘅，呢個係日線，呢個係個週線，呢個咧係四小時嘅，4小時嗰個走勢係強嘅，美元跌，港元係強嘅，咁啊港元強即係有資金流入啦。點解啲錢會流入咧？即係有料到咁啊，收到風啊嘛，咁錢咪繼續流入咯，即係咁樣。咁所以資金為王咁樣。人仔咧，人民幣咧亦都係咁樣。啊，你見到咧，人民幣咧，呢個係日線圖，一支大陰燭動咗落去，個美元動咗落去啊，美元跌咗落去嚇，即係嗰個人民幣咧就強啦，差唔多咧強到去翻9月中嘅時候嗰個水平啦。就係7.1047啊，7.1047咁啊，人仔強咁，當然係受咗呢個中美貿易關係談判所左右嘅啦，咁樣咁啊明顯咧就利好個 A 股同埋個港股嘅啊，咁就兩邊啦啊，資金消息利好，技術上都係好，不過咧就彈到位啦，咁睇下你點樣去操作。啊，咁你操作嘅嘢咧，咁個人有個人唔同嘅一個 strategy 咧，一個策略啦嚇，咁你可以高沽擺 stop 喺上邊喐佢咁樣剁咗佢，或者咧繼續咧就相信咧佢會彈穿後市咧繼續睇好咁樣，咁我就覺得咧就好似我剛才所講，即係有啲為難咁樣啊，咁我估咧你係識做嘅。好啦，今日咧就先講到呢一度先，咁啊多謝大家。咁如果你要裝個 Patreon咧，繼續睇落去咧，個短片會教你點樣去裝個 Patreon。離開之前咧就請你咧就撳個 like 啊，咁就係然後先至 quit。多謝晒，拜拜。今日會同大家講如何成為 TSCI 囧囧頻道嘅 Patreon 會員。第一步，留意 YouTube 影片下方，點擊顯示完整資訊，點擊加入 Patreon 會員嘅連結，進入 Patreon 嘅官方網站。繼續第二步，到訪 Patreon 嘅官方網站 TSCI 囧囧頻道嘅頁面。第三步，請按右上角嘅登錄繼續。如果你仲未成為 Patreon 嘅會員，請點擊頁面下面嘅註冊並繼續第四步。如果你已經成為咗 Patreon 嘅會員，可以跳到第5步嘅登錄。嚟到第4步，要註冊成為會員，填寫你嘅姓名、電郵地址同埋創建你嘅密碼，然後按註冊。你亦都可以用 Google 註冊或者用 Facebook 註冊，只要點擊相關嘅按鈕就可以啦。第5步，相信大
大家已經成為咗 Patreon 嘅會員，填寫你嘅電子郵件及密碼，點擊登錄繼續。你亦都可以透過 Google、Apple Account 同埋 Facebook 登錄你嘅 Patreon 賬號。第6步，完成登錄之後，喺右上角嘅搜尋欄裏面搜尋 TSCI 囧囧頻道，點擊選項進入。第7步，選擇適合你嘅會員級別，我哋提供咗金或者銀會員級別，分別係40蚊美金同埋25蚊美金，點擊加入繼續。呢度要注意嘅係，金會員有專屬影片觀看，並設有 YouTube 直播嘅 PDF 檔案同埋聲音檔案下載，方便大家重溫精彩嘅內容。第8步，完成你嘅每月付款，填寫付款方式同埋確認你付款嘅金額。完成填寫之後，可以點擊確認或者更新並繼續。呢度要注意嘅係，英文版網站嘅 CVV 係銀行卡嘅安全碼，你可以喺銀行卡嘅背面揾到白底黑字嘅3位數字。另外，香港嘅郵政編號可以輸入00000 5個0代替。另外，如果你已經註冊並登入咗 PayPal 嘅賬戶，你亦都可以用 PayPal 去付款。第9步，恭喜你，你已經成為咗我哋嘅 Patreon 會員，點擊進入 Get Started。我哋亦都歡迎閣下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群組，按下廣播群組連結就可以收取陳老師嘅所有資訊發布。按下 Telegram 私信連結就可以提問，老師會盡量解答你嘅問題。完成啦，即可瀏覽會員專屬內容。金會員限定，除咗有專屬影片之外，仲有 PDF 檔案同埋聲音檔案下載。好，多謝晒。